睇唔明個盤，今日就同大家拆解下寒冬紅蓮呢個命局，入面藏住好多秘密脈。生於丁巳日，就好似盞燈燭火；生喺隆冬時節，本來應該好微弱，但佢根基好穩，火氣又好勁，正係寒冬入面燒唔熄嘅紅蓮啊！火氣有啲燥，最中意金水來調和。金就帶住財氣，水就主智慧。平時少啲接觸紅色、火色嘅嘢，多啲接觸金水相關嘅，運勢會順好多㗎。呢類人外冷，內熱禮，表面睇起身清冷，卻理智，入面就藏住一團火。有才華，但難免有啲孤獨。到咗關鍵時候，爆發力勁到你估唔到。天生就有經商嘅敏銳度，做事業識闖識拼，但要注意啊，千祈唔好因為同輩競爭，心太軟，借錢俾人，搞到破財啊！而家走緊己亥大運，變動會好多，好磨心性。但呢啲都係喺幫你洗走浮躁、整定嘅磨練來嚟。平時多啲着白、金、黑、藍呢幾種顏色，往西方、北方發展會順好多㗎。仲有啊，命帶桃花紅鸞，情路上面一定有好多故事下。想知命好好睇下自己嘅情運啊！知命免費幫你睇下姻緣感情，仲教你點樣避甩破財嘅禍根。